好，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发生在今年的11月，震惊社会台湾版的柬埔寨的案件。被害人高达307个人，其中互关起来领治者61个，阁有3个互领治到死，诈骗的金额高达3亿9千多万。苏林地检署把这个关键的嫌犯外号 S 姐的这个女子，甲外号地档的这个男子来起诉，当时一审开庭。那这个 S 姐哦，伊是讲甲目屎流目屎滴，讲伊本来是要带死者去看医生，只是伤慢了。讲伊家己嘛毋是集团的高层，请求法官网开一面，好会当转去甲妈妈来过年。这个地档的嘛，敢若承认讲洗钱，甲招人加入到集团，两个人拢甲这个罪杀害，目前还阁咧逃亡的幕后的中间人拿到这个人。法官是认定讲，两个人有串口径甲逃亡的嫌疑，是甲伊这27个人全部收押禁见。伫囝头头前拢无讲话，伊是台版柬埔寨案的关键嫌犯 S 姐啊，细宝的小姐，进前互依照拘禁第4定罪起诉，昨开庭伫法院哪哭哪讲。S 姐讲，摕来饲被害人的 FN2 是集团的成员，问伊倒位买会着，伊看到面册社团有买，才会去问。强调家己只是验车，毋是集团的高层，拢是听要被红掠着的高层的命令。好问着敢知影3位死者的状况，伊阁哭出来，讲想要带因去医生看，拜托法官互伊登去出来过年，甲老母团圆。有些人是会被拖着去打，然后有些是手铐铐得很紧，就像我们这样，手铐就会有伤口。看到警方亲像看到曙光，10几个人客伫5边大的房间，除了食无3顿，阁会服用工具可毒。另外一位嫌犯地档的，敢若承认洗钱罪，含找人加入集团。强调3位死者的遗体拢是拿倒来交代处理费用，伊阁有2个囡仔的饲，希望会当交保。规件诈骗关人口毒案，被害人有307个人，其中61个人互拘禁，3个人互口毒死亡，诈骗金额高达3亿9千万。集团成员陆续抓起来，互树林地检署起诉。考量每一位被告的犯罪情节跟他的恶性，针对其中部分被告，分别向法院具体求处无期徒刑，还有20年至30年不等之有期徒刑。昨开庭开诉，法官认为 S 姐和地档2个人敢若承认部分罪行，嫌疑重大。2个人拢有可能逃亡串口径，因为因咧讲的主嫌拿刀要咧走路。27位被告为着避免串口径，法官嘛赶紧分开审问，要甲全部羁押禁见，甲集团的成员拢总抓起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